来继续来看明阳科技公司伫屏东的厂房火烧爆炸，有9个人死亡，其中4位是消防员，一个人失踪，超过100个人受伤。屏东地检署进行搜索，甲嫌疑人明阳公司的董事长甲总经理带转去问笔录。检察官认为，这2个人牵涉到过失致死，而且嘛违反到职业安全卫生法。董事长以600万，总经理以500万交保候传。今仔日是头7，消防同仁到灵堂来念香，是伤心唔甘流目屎。屏东明阳科技公司的厂房爆炸第7天，真侪消防同事拢来念香，有人真唔甘流下目屎，嘛有人将消防的号召炸来幸福家属。如果要出国，对，如果要出国救灾的话，护照会收集在我们这边。以前在消防队的时候，有时候在训练的时候，他们都会到我们特搜去做训练，我们大家非常不舍。今仔日是死者的头7，现场陆续来真侪个人溺爱，也佫有宗教团体到现场念经，尽量把后面的事情做好。昨知影明阳科技的董事长刘安和出现伫灵堂溺爱，屏东地检展开侦办搜索行动，并分析路到明阳的母公司以及嫌疑人明阳公司董事长刘安和、总经理卢英成在所在执行搜索。下晡2个人互带转去问话，检察官认为这2个人涉嫌违反着职业安全卫生法，而且牵涉到过失致死、过失伤害等等的罪嫌，通知交保候传。犯罪嫌疑重大。于侦讯后，分别预知刘姓董事长以新台币600万元交保，吕姓总经理以新台币500万元交保。检方表示，当时也会针对可能涉案的公司干部进行后一批问话，而且追查公安事故的刑事责任。爆炸意外第7天，目前工厂是全面停工，透早嘛开放员工在工厂内底提物件。意外现场举办法会，不少的民用员工现场祈福，用家己的方式安大伤痛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